你有冇想過點解同樣係收樓，有嘅樓盤喜氣洋洋，有嘅卻事故頻發？交樓係發展商最後嘅尊嚴，亦都係業主信任嘅起點。今日我想用3分鐘俾你睇一把交樓金鎖匙，佢能令你每套房嘅問題減少，維修效率翻倍，甚至令物業同業主成為盟友。呢個就係智建雲交樓管理 App， 一個用11年深耕交樓痛嘅科技答案。智建雲交樓管理 App 貫穿交樓前、中、後全週期，從單位驗收到集中交樓，從物業接管到後期維保，每一個環節都盡在掌握。交樓前，我哋透過必檢項清單，確保質量底線，逐戶驗收對查驗問題分級維修，保證冇嚴重缺陷。地產透過業主開放日把控交樓風險，物業透過接管驗收對公區質量進行管控。交樓中，移動驗樓實時跟蹤戶均問題條數、滲漏條數等關鍵指標，線上即時導出驗樓報告，無紙化操作提升業主滿意度。交樓之後，我哋依然對業主報修嘅問題持續跟進，以平均維修時長、問題關閉率同維修滿意度為衡量指標，確保服務質量。更重要嘅係，智建雲實現咗地產交樓管理與物業前期介入嘅無縫對接，從源頭減少後期物業管理風險，提升業主整體滿意度。呢個就係智建雲。呢款 App 提升咗交樓查驗效率，降低咗維修同溝通管理成本，實現標準化管理，令單位驗收同接管驗收有咗統一規範，全面提升交樓品質同成功率。講到智建雲交樓管理 App 嘅亮點，首當其衝嘅就係行業領先嘅錄入效率。對比其他同類產品，喺首次接觸 App 嘅情況下，智建雲平均每日查驗效率遠超同行。好似知名第三方工程諮詢上市公司深圳瑞捷喺採購前進行嘅查驗效率對比中，智建雲就脫穎而出。呢意味住能夠為企業節省大量時間同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仲有 DIY 嘅數據 Dashboard， 佢能夠從問題查驗數量、問題維修狀態、問題類別佔比、交樓進度、交樓質素等多維度展示項目交樓管理嘅關鍵信息。企業可以針對重點問題聚焦管理，真正做到俾數據賦能決策，令管理更加精準高效。大部分系統俾你固定報表，而我哋似樂高，工程總盯重大質量問題，項目經理睇維修時效，總經理睇各區域各項目交樓情況。智建雲交樓管理 App 嘅成功應用已經遍佈多種建築業態，包括住宅、寫字樓、產業園、酒店到醫院等。喺香港、澳門、台灣都有智建雲嘅成功案例。台灣達恩工程公司使用單位驗收同物業接管驗收 App 實現高品質住宅交樓。香港嘅醫院建設項目借助智建雲完成交樓驗收質素管理。澳門同香港眾多住宅項目亦都因智建雲嘅助力而實現高效交樓。如果你對智建雲交樓管理 App 感興趣，或者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哋嘅信息，歡迎隨時聯絡我黃劍超。如果鍾意我哋嘅視頻，你亦可以直接轉發俾可能感興趣嘅朋友。期待與你攜手共創美好未來。好房子用智建。